欢迎收看《台剧外大条》，我是洪敏珍。台湾的外台戏通常拢是伫咧庙的社神或者是神明闹热的时阵才有得看。为着互民众会当登去到永过庙埕看戏的迄种民间娱乐，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即阵当伫咧全国设民间剧场的呈现计划。嘉义市呢，前一阵仔已经小煞伫咧王陵宫搬5天的戏，咱先来去看卖。落下种地主，一条丢，一切财，三元一地。庙埕的舞台顶起鼓办身，嘉义市王陵宫的庙埕热闹的气氛，好亲像是新明星同款。为着要互民众伫平常时会当看到野台戏，庙方配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连续5天伫庙埕播传统戏剧。这次传艺中心也是文化部支持的，希望传统戏剧传统能够开枝散叶，就能够扎根。一寡迄个传统文化吼，甲这个地方的戏剧吼，有足大的帮助啊。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中肃民间剧场演出，今年已经是第6档。除了家己以外，煞来阁会到桃园、台南、甲彰化演出，要用一日一团的方式，互到庙口看戏的民间文化，会当加做新的艺文活动。我们跟庙方来协调搭一个比较好的品质的一个戏台，然后呢，包括有好的灯光、好的音响，把整个演出水准提高。然后呢，透过一个有品质的演出团队跟演出现场，吸引民众回到庙口来看戏。真好啊，会当互歌戏继续演传落，啊无一寡少年仔拢唔知影，安尼真好啊。王陵宫表示，去年配合建庙100年，就有向文化部来申请这个演出。落尾因为疫情取消，今年总算成功邀请印尼家己，希望透过全国性的戏剧表演，替地方强调带来文化传承的意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歌仔戏看煞，即阵来去看高家戏。高家戏的剧本呢，甲过去南管戏以文戏为主，真无共款。因是加袂少武戏甲武打的动作。真场的演员伊的骹步手路就爱延续南管七九戏的特色。后场的音乐呢，爱搁结合南北管的乐器，呈现南北高家的特色。来看台湾即阵唯一有在传承甲演出的高家戏戏班，南管新金竹剧团，因带大师大学生斗阵伴《真香莲》。舞台上当咧扮的这出高家戏《真香莲》，是由南管新金竹剧团甲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学生所合作的。它的形式呢，就是前场唱的部分呢，唱的是南管，可是呢，后场这个伴奏还有这个音乐呈现的部分呢，是用北管。依唱南管七九戏的传统文戏，用合武戏甲北管呈现南北高家，对唱的音、乐器、甲色，拢甲即摆的歌戏无共，保留真侪古音。譬如来讲，你我吼，咱三更来去的意思，你听懂吗？什么？我们一起来去哪里？哎，对，就是咱一同去。我是不敌，我不是把命生。咱咧讲较文言文，较迄落迄个这歌戏就较白话，所以恁听较有。尤其阮咧讲，也较有迄个泉州腔。点八是对泉州话改做台湾话通行腔，戏台顶阁特别有字幕，互观众通对得到戏文。内底抽剧特别活跳趣味，嘛是高家戏真重要的叫效。音乐的呈现，因为受到台湾小戏甲上海福州家班的影响，内容复杂多变。这个剧种有很多种融合的东西，有京剧的啊，有北管的啊，有南管的，就很多东西不同。你要很熟的知道这个南管的音乐，还有北管的舞场音乐等等，你都要很熟。对咧学的师大学生讲，高家戏就亲像大用学。当初因为感觉这种戏剧要消失，才成立剧团。南管新金竹剧团嘛表示，高家戏流行伫日本时代，后来真侪团转做歌戏团，想要学的人少，传承嘛产生问题。阮目前拢是家己的主题啦，因为阮总讲拢家族性的啦，比较有法度完成，无一般怎啊较无市场较无人要学安尼是。
团长感叹，随着时代演变，电视电影等普遍了后，因做戏的只好先收淡，后来是受到学者的鼓励，才佫开始对歌推广演出，嘛希望透过学校巡演甲政府的帮衬，让这个自祖辈所传落来的戏曲继续传承。记者陈嘉木、徐凯台北采访报道。南管新金竹剧团伫咧2019年，向新北市政府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除了即阵，因伫咧学校骨力做巡演，即摆呢，因也伫咧社区教课，已经教10多年。请观众朋友对咱的镜头来去中华，看社区妈妈对高家戏偌尔啊迷恋，一学就是10几年。这个是临时的那个什么，那个符，那个嘿，不然都是用那个什么。注音符号啊，注音符号下去注音这样子啊。剧谱顶做了侪记号的笔记，有时阵对台顶背词，有时阵嘛爱画起台顶练骹步甲念词。冯公有提棍大罪，这如何？这如何？哎呀！伫中华南北馆音乐戏剧馆的这班社区妈妈，有真侪人对南管新金竹剧团学高家戏已经10几档啊。有人讲亲自参与才通体会到台顶3分钟，台骹归厝经，尤其唱高家戏的腔较高，音较悬，真侪人才拄起头就放弃。30、40岁人来到地咧唱南曲的时阵吼，迄个起头伊讲名话哪会遮悬啊？有去惊着讲唔敢来啦。他讲话有那个腔调，我们又没有听过那个腔调，我们在学的时候就很好笑，就想长大了，食到50几岁才咧学讲话。南管咧唱会比较有较长淡薄啊，因的认为较爱紧食快，所以有影，那咱要即个较少岁是。较无啥人来学啦。剧团表示，因自民国18年开始深入社区，甲高家戏除了推广，更较希望社区在地豆豆甲这个文化找回来。虽然来学的学员年岁差不多拢过60岁啊，至少有人有兴趣。这几档嘛渐渐有少年辈愿意学习。这个高家戏已经伫要。面临这个绝种了，就是希望讲咱透过咱虽然讲咱的社区妈妈年纪有较大来讲，毋过人伊每一个人真认真，人有法度通表现出来，是讲有看到的人，希望讲较少年的才会当每一个人来参加落去，再来继续甲伊传承下去。其实我看过高家戏的盛况，无像以前安尼遐侪人咧看。但是也袂要紧啦，本地就是安尼啊，嘿啊，豆豆捡起来。即摆剧团若有演出，有几仔的社区妈妈嘛是固定的班底，因对袂晓到找到兴趣，落尾感觉对传承有使命。有妈妈就讲，伊细汉的时捌看过高家戏的盛况，虽然无可能倒转去过去，嘛是希望靠一点一滴的力量，保存文化的基地。记者陈嘉木、李旭凯中华采访报道。高家是伊大陆无讲高家啦，伊常就是我咱讲高家，要安怎改高家？高家要甲咱讲起来，咱台湾这个戏讲起来嘛是怪怪啦吼。因为就是咱本身的名应该是高家戏啦吼。欢迎倒来台志外大条。今日节目呢，就是要来讨论高家戏。人讲呢，南唱北拍，南北高家。到底什么是高家戏？伊的特色，也有整个演变甲传承的困难伫咧倒位？今日节目呢，要邀请到咱的来宾，南管新金竹剧团的团长陈丁全团长来甲阮分享。欢迎团长。大家好。团长，咱知影真无简单吼，因为南管的新金竹剧团开始有影传到将士，应该是第4代啊啦吼。对。第4代啊，这整个吼，对民国38年，你讲迄个时阵开始的起机啊，敢袂使甲阮讲，迄个时阵是安怎有即个高家戏，伊发展的即个整个背景，伊的起路大概是安怎？当初是光复前，台湾光复前的即个高家戏吼，较无规律吼。因咧唱内面先生也袂晓举起白啦吼，独有一班叫做吟唱话，伊即班伊即个南曲学真饱，即个伊拢有即段即个起白。了后
38年，阮也讲买即个班了，就是请这个先生来，就是请即个王包、王万福因这两个高家鱼的先生来即个传承。啊，阮阁有请即个七脚鱼的先生，叫做徐雄来阮即个班传承，带阮的班带4年，所以伊的即个18个面头的剧目，拢流传伫阮新金厝的即个剧目。所以会当讲，迄个时阵上届请赢的是1950年，迄个时阵，敢是北管嘛真兴的迄个时阵。对啊，迄个时阵是即个上早的戏，咱就是即个南管音乐上台先入来，啊，才有即个七脚戏。啊，但是即个戏就是叫即个北管尾啊，北管入来，就是有即个蓝潭戏。蓝潭戏出来的时阵，因为伊锣鼓啦，音量真大吼，即个七脚戏煞变。算起来算小戏嘛吼，人看了较变即个市场叫唱戏，啊了演变到即个高架，啊高架是无毋对，但是就是即个全军金上花王包因这兄弟用的即个戏吼，伊编写剧本吼，伊甲即个用即个南管的乐器来去伴奏，吼所以即个就是伊做上好的光复前的时阵。就是了，我即个新金厝，就是我的祖父，原来是请因两位先生来传承。高家戏咱知影讲有真大的特色，就是讲伊的乐器应该算是用南管的，北管的，对无？南管也有。南管嘛有，啊，毋过伊的戏吧，较无遐尼像较文言的部分。戏吧是有，原来我啊，原来有写一寡舞的出来，舞戏出来，原来即个有请即个编剧老师来教即个舞戏，所以阮高家戏的舞戏嘛是做真好。团长，我甲你请教吼，你本身是伫咧后场，就是咧演奏乐器的人，敢会使甲阮讲伊较大的特色是啥物？因为咱知影讲歌仔戏有无共的即个乐器嘛吼，风格无共。啊，你本身你的专长，你普罗级的，你家己咧演奏，伊迄高家戏上界特色的乐器的部分是伫倒位？上重要是安尼，阮即个班啊，出去人看到，知影讲恁这是南管班，因为阮的文凭吼，文场就是有举一支起牌啦。啊，咱即款戏上重要是重即个。起牌有看到，但是脚仔弦甲即个爱啊，吼，即两支啊拢爱真强，即个爱啊就对啦，小唢呐啦，啊，即个脚仔弦就是北管的物件摕来阮南管用安尼，因为即个锣鼓若吹落去的时阵吼，上大声发音就是脚仔弦，因为唢呐有音啊喙还佫干润滑一下，所以会较慢出音。主要是这两三项乐器，啊，这两项乐器，南剑嘛是算南北交加。脚仔弦，啊，佫有老师传琵琶，啊，佫有敢有迄个卡鼓戏，卡鼓。卡鼓迄是文凭的物件，本来这阮是淘汰掉啊啦，因为这个大型的戏，尾我是这几年啊，就是因为咱这个戏有当时在做的时阵吼，那音量也是会可以啦。有当时唱南曲的时阵，会拍敢若拍伊的天幕，所以我内面卡鼓有咧教几啊粒伫咧，这学生吼，基本的这个卡鼓叫做压卡鼓啦。压卡鼓是啥意思？卡鼓我就是这个卡举伫鼓顶吼，这手伫咧练这个音的时阵，这个骹落去控制这个速度甲这个音量的大小，阮咧戏的时阵，恁若有看到录到就知影。算是已经默契啊，吼。对啊，这是应该是阮迄阵开始咧做，已经都拢甲淘汰掉。啊，尾啊，就是因为咱即摆的人吼。有一寡学者就是讲，恁若无卡鼓，恁卡鼓因讲做南鼓，恁若无卡鼓，恁要安怎讲南管戏？安尼我安尼甲你问安尼先啦。安尼先，我就是爱安尼先做安尼。不过我认为效果还可以啦，不错啦。咱知影讲吼，1950年代迄个时阵，会当讲是南管，应该讲高家戏真请赢的时代。因为当时迄个时阵，政府有咧设全国的戏剧比赛，啊，新金珠剧团吼真无简单。伫咧1956年甲1957年迄个时阵呢，就摕到冠军甲亚军啊，啊嘛代表台湾去东南亚比赛。敢有使分享讲菲律宾啊吼，看到咱的即个高家戏，迄个反应是啥款？敢看有？因为咱即个戏讲的话，就是全腔啦。爱华侨伊本身咧讲话，就是
听到敢若乡音，唱啊共款。啊，尤其有即个戏剧，我定定穿插唱南曲，所以阮的戏起名真趁钱。迄阵啊钱趁真济，当来，所以阮一班怎拆做几啊班。等下台湾了后，逐个小钱要组班。足强的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是趁，因为迄阵啊去菲律宾做的时阵，我会记咧，我是听四大人讲啦，咱因迄边1箍，咱台湾17箍。哦，啊，伫迄边赚的钱真可观啊。有细细。啊，迄边的华侨佫真热情，听到即个乡音，哇，因迄边的华侨拢做大事业啦，真有钱，真支持即个。啊，若讲到1970年初的时阵，因为有电视啦吼，啊，佮有电影豆豆出来啊，迄个时阵会当讲即个高家戏较无舞台啊，吼，头拄仔老师讲着讲，其实内台兴的迄个时代，当然渐渐失倒，所以迄个时阵人讲日时吼有高家戏会当做着袂歹，暗时呢就爱去搬歌仔戏，敢是迄个应景啊？迄个时阵是歌仔戏尾啊真兴，啊真兴现在我这个团是拢爱保持啦，我这个团毋是演歌仔戏，我这个团怎演新剧，新剧你毋捌听过？演新剧再搁演高家戏，免演这两种戏，哦但是就是尾啊是即个市场也是挡袂掉啦，阮拢一直了钱，一直了钱了几啊年，啊了到尾啊就变会去收起来，就是安尼。因为阮迄阵咱会坚持要做，就是足侪囡仔做伙，就阮阿公带来接带来啦。做囡仔带来的即个北戏囡仔，啊，阮即个班也收起来，规定无得食饭，啊，所以阮的四大人，原来有一种心理讲，啊，即阵拢地咱的，啊，咱若收起来，遮个人是要安怎？啊，嘛是了钱加实一直了到尾啊，真正无法啦，才收起来安尼。啊，毋过咱知影讲到1990年，文建会开始对即个传统的即个艺文团体真重视，对无？迄个时阵开始，佮甲高家戏佮豆豆捡倒来，敢是安尼？无，迄个时阵是政府，就是咱台湾要用这个文化吼，啊，政府重视，啊，民间真侪人小志要做啦，做南管戏啦，要做高家，因拢认为啊，这戏哪有啥物货啦，都南曲会晓唱，甲唱就是咧做戏啊。结果这戏毋是安尼简单啊。像是目前阮小妹伫咧教，伊是7岁开始学。伊文武啦，要拍刀枪，要做啥物角色，圣诞节末错，逐叫伊都听好做。伊伫即个业界是真成名的人，即个一位。啊，自细汉的时阵，阮老爸甲栽培，所以你要演戏，你要教戏，你若无这个基础，哦，啊，你是要安怎共教？你捌演过无？甚至因若毋捌演过，伊嘛咧教。啊，所以即几十年来，阮遮教甲拢无成绩，所有的戏剧拢有成绩啦，评剧啦、昆曲啦、歌仔戏啦、考写戏，独这南管戏是安那做袂出来，无法度啊。过关拢因摕去啊，拢因咧舞啊，啊嘛舞甲阵嘛舞袂出来。啊，中华嘛人摕新专奖啊，嘛是无才教，嘛是要阮去教，教到今年第11年。啊，所以即个啊，阮怎大家拢差不多60、70岁啊。啊，阮小妹60岁，我71岁。啊，阮就是传承家己的即个事实。我是认为讲啊，即个物件是阮阿公用出来，甲阮老爸用出来。啊，咱有一寡外行人来变，哦，啊想无。啊，我想讲伊若较甲互因做，结果佫做袂出来，哦。啊，因此我是希望讲，即个政府你要叫人哦，你要支持的即个团队吼，拢搞错了方向。对无？因为文化单位是真热心，政府真热心要做，但是伫咧做的人，伊本身对即个戏剧的文化啥，伊逐项毋捌啦。啊，毋捌的时阵，接触的人就无再有传承。听你到地吼，真感动，因为知影讲，其实要杀一个传统的艺术，其实有影嘛是爱经过过接受市场的考验，还佫有可能共款咧做这道的人，哦，可能有一寡声音出来。毋过要甲老师、甲团长请教的，就是讲，伫咧这10多年来，你伫咧中华新港社区啊，或者是讲伫咧新港的各中，拢有咧教人做这个高家戏。这戏文内底，头拄讲到的泉州音啦，或者是讲乐器的演奏，迄咩咩角角，敢会真学堂？这是安尼啦，学这个物件，你若是有投入吼，啊有听阮解说吼，啊老师比这个动作吼，
拍刀枪啦，还是讲行即个弹桥、抽桥，老师伊拢一手包办，拢听我甲你教。啊，乐器方面是较无法度啦，乐器方面我会叫即个属于较有专业的人来啦。像我家己本身耍乐器就耍差不多50年啊，摸乐器。啊，你即个就是爱经验啦。要学乐器较无遐简单，很快就会了，但是会要很溜哦，迄就较无遐简单。所以团长甲你请教哦，安尼即马即团啊要继续传落去，即马到第4代啊，所来佫是爱继续招学员，要互即条路会当行互久长。骹步手路啦，乐团嘛爱有人啦，这要安怎来找？人才要安怎来培养？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做到今年的时阵，今年即个做师范大学的教授真支持吼来，佮我伊内面的硕士学生也有2个参与吼，佮有一寡4级学生，我就为即个方向来行吼，我即个团才有法度壮大啦。伊个过去你讲学生吼，比如讲阮伫即个中华街迄种社区妈妈吼，比如讲因的年纪较大吼，即个。扮相声会较输人，但是因是拢真认真，因真热心伫咧学。我嘛是爱甲因训练出来。应该即个戏种是爱长久啦，因为台湾对岸都来找我，想讲政府政府伊就家己就，伊可能也较无了解咱即个剧种诶法律文化，人较无了解咱即个剧种。咱即个剧种讲起来是咱的戏，是咱台湾家己的即个先贤，吼。台湾的先贤，甲这文人创作，甲大陆的高家迄个无共，咱这叫做交加吼，甲大陆的迄个佫无啥共款。伊这个咱的这个特殊的所在，甲大陆佫无共。交加是伊大陆无讲交加啦，伊大陆是安怎讲高家，要安怎改高家？高家要甲咱讲起来，咱台湾这个戏讲起来嘛是怪怪啦吼。伊若是。就是咱本身的名应该是交加戏啦吼，大陆伊是无称呼安尼是，伊甲咱无共，甚至于因的乐器嘛拢改啊，因的乐器无用即个南管的器牌，拢用江南的丝竹遐北白啦吼，扬琴啦吼，中高低胡，咱还佫保持古早的吼，伊即个。佫一种音乐叫做北管，我的团呢有当演奏吼，开场啦，还是讲即个对杀啦，还是啥，阮会用即个北管的音乐吼，比如讲上接听即个黄立祥啦迄个叫做三钱啦三通啦，即北管的音乐，伊大陆的戏都无用这，所以这就是真大的无共的所在，这是台湾的文人甲即个先贤。创造出来咱台湾的一种的戏剧。是，老师吼，落尾甲你请教吼，伫咧疫情期间啊，咱知影讲靠这戏棚顶食穿的这个剧团，其实有影碰到真侪挑战。未来吼，咱要安怎甲这戏吧也好啦，乐器也好啦吼，甲高家戏的精神扣倒转来，咱会当安怎来做？政府这边嘛会当安怎来斗帮咱？政府应该是爱支持来做啦，因为咱阮这个，像我最近这个叫做戏剧学生来甲斗帮忙的，因为我有申请艺生啊，我申请拢袂通过啦，毋知安怎，我足个人玩的款，所以我家己开始请艺生，我花了2年啊，我以我的有能力做偌济算偌济安尼啦，应该这个咱一定是爱有这个先进的学生来吼。来这个学生来吼，咱这个团才有法度壮大啦，无咱这个团才有法度延续下去安尼是。今日节目呢真精彩吼，会当听到讲对一个已经传承到将士吼，已经第4代的南管新金珠剧团团长，伊对整个高家戏的起落、伊的感慨，也有伊对整个艺文团体会怎安怎来保存，嘛有真侪愿望。咱感谢陈定全团长，感谢。好，谢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代志偌大条》，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
因为工作的关系或是婚姻爱情的关系去算过命有80%哦。